继续来看今年头一粒风台爱鬼年，目前也伫咧菲律宾吕宋岛的附近，按东北边继续咧行，应该袂扫来台湾。不过对明仔载开始，黄sơn河方面过来，西半部加东北部会开始落雨，这拜二甲拜三，全台湾拢会变天。 今年第一号风台艾维尼，礼拜早起为热带性低气压发展做轻度风台，目前伫吕宋岛附近，以每点钟9转14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边行驶。气象专家估计，未来强度还佫会增强，不过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。 那预测未来的话，会转向这个东北的方向移动。那未来1周可能就会从这个琉球的东南方海面通过。那对我们台湾来讲的话，没有任何的影响。 专家分析，今年头一个风台伫5月底形成，较气候变更大小瓦，迄个艾维尼风台拜1到拜3离台湾会较近，东部外海风影会较大，不过对台湾的陆地并无影响。气象署提醒，礼拜暗时开始，地流方面会豆豆瓦近。 拜一开始，西半部甲东北部会豆豆转做是局部短暂阵雨，或者是有雷公雨的天气。东部嘛有部分所在有短暂阵雨。那拜2到拜3方面会持续影响，全台湾的天气拢无稳定。 28号的话，就会直接受到锋面的影响。那这波锋面的结构，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扎实一点。所以在28号这一天的话，各地都会有些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，特别是在西半部地区跟东北部地区，下雨的范围会比较广一点。 到拜4的时阵，各地水汽会小可减少，不过刷来拜5的顶半部，还有另外一波方面瓦紧，会持续影响到拜6礼拜。到时西半部甲东北部，又会转做是有短暂阵雨，或者是局部雷公雨的天气。东部甲东南部嘛有短暂阵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